什么人？嘣嘣啪，嘣嘣啪。We will, we 免唱 will。歌啦，免唱歌啦，而且你嘛莫弄迄种节奏，好无？啊，无换另外一种。唔是节奏的问题，唔是节奏的。算啦，咱故事继续落去。吼，这时阵这主角我去迄个门口看，哪会无人？雄雄后壁电话声就响起来哦。伤紧啊啦！我爱惊着，唔是你爱惊着啦。你哦。嘿啦，为电话开始吼，来。我今摆咧比冠军赛，你靠来我接啦，不是你接啦，我接啦。大哥，徛在创啥啦？莫遮紧张啦。大哥，我是表妹。大家我是胡迪，我是 Made in Taiwan。大家好。最近啊，我就足介看迄种恐怖搁刺激的电影。安尼我甲你讲一件足恐怖的代志。哦，讲来听看觅。后壁台词我袂记啦。唔是这种恐怖啦，而且你这莫讲出来啦。歹势，无我讲的是迄种看袂到的，青梅迄种。唔是青梅啦，鬼片啦。哦，嘿嘿，鬼片毋是拢会演讲，就是这主角吼3更半暝甲你伫厝，结果雄雄听到弄门的声音。了解。系。砰砰砰砰砰！喂，你赛车弄要创啊？无你讲弄门，我想讲开连接啊，较有够力啊。唔免啦，用手弄就好啊。你著安尼蹦蹦安尼。了解。了解。嘣嘣嘣嘣。什么人？嘣嘣啪，嘣嘣啪。We will, we 免唱 will。歌啦，免唱歌啦，而且你嘛莫弄迄种节奏，好无？啊，无换另外一种。唔是节奏的问题，唔是节奏的。算啦，咱故事继续落去。吼，这时阵这主角我去迄个门口看，哪会无人？雄雄后壁电话声就响起来哦。伤紧啊啦！我爱惊着，唔是你爱惊着啦。你哦。嘿啦，为电话开始吼，来。我今摆咧比冠军赛，你靠来我接啦，不是你接啦，我接啦。你来接电话，我来演恐怖的。好。喂。我死甲做冤枉。3更半暝就咧卖礼梦啊！不是啊，我是讲我死甲做冤枉的。啊大声，我听无。我讲我死甲做冤枉的。你写大声啥？你死啊！你这臭耳人你啦！你安尼后边那恐怖，你到底会晓袂晓啦？无啦，你演的迄拢无恐怖。我甲你讲啊，你若要演就演迄种吼，有一个人咧看电视，雄雄之间电视中无去，这个时阵有一个查某鬼为内底爬出来。哦，我知影你讲的迄个。嘿，来。无啦，你爱开电视，我才有法度出去啊！爱开电视。嘿啦。B B。足恐怖诶！几倒转好啊 ！B B。哦，那可能啊！出去就出去无解啊啦。哦。搁一摆 B B。足恐怖诶！喂，卖了袂演呐。落落诶。什么落落啊？搁一摆 B B。足爽诶！都爽诶吼，爽你头啦！我是要掠你的命，毋是帮你掠人啦。我给你一摆机会哦，好，一摆哦。好，我性地歹，你莫。 BB 啊！最恐怖啊！我后边的台词都袂记去啦。你去死啦！你要死去对啊，转来啊！多谢大家。大家我是表妹。大家我是胡迪，我是 Made in Taiwan。大家好。我问你哦，咱做这个剧场做10几年啊啦。若假使讲，搁互你一摆的机会，你会想要选择什么款无共款的职业咧？哦，我想要做一个厉害的拍火英雄。哦，你是讲消防员？无啦，消防员是人减肥咧食好消防的药。知啦，我无咧讲减肥药啊啦。哦，不过消防员足辛苦的呢。哦，你看，也去迄个火场内底救人，你敢有法度？食苦当作食补。好，啊，无咱来试看卖。试看卖。我即摆伫8楼。8楼。啊，你要为下骹起来甲我救。起来。嘿，了解。来。救人哦！真枪。救人哦！火车电动来一粒。你即摆是走去对啦。你毋是叫我为下港起来？下骹起来啦。下骹。为下港起来，我已经臭火搭啦。臭火搭一定臭火搭呀！你在笑啥？算啦，你为遐有无？为门口遐弄门入来。弄门。嘿，弄门。弄门。对，一摆。救人哦！神奇，你免玩了，我来啊！救人哦！这个门，哪会拍袂开啊？拍袂开。你是要弄偌久啦？弄一摆就好啊，直接你摆啦。哦，歹势，先生你免紧张。你遐尔有礼貌，下仔穿起来，我甲你讲。先生免紧张啊，你安怎？啊，我即摆感觉做烧的啦。做烧的吗？嘿嘿，毋是发烧啦，火烧厝迄空气足热的。足热的。嘿啦，开只冷气好。就甲迄无关系，你是咧，你就直接甲我冒出去就好啊。直接甲你豁出去啊！冒出去啦，冒出去，嘿啦，了解。先生这伊哦，你不要紧无？你规个人做烧的呢。你是咧忙火大戏啦，较正经的啦。算啦，
你就甲我扶起来就好啊哦，，甲你扶起来。扶起来啦，你给你扶起来是咧吼，对啦。先去洗衣哦，来救我啊！好好豆豆行哦哦，好豆豆行，哦豆豆行，咱两人。你妹即摆是咧跳斯拉布去啦？较正经的啦，直接丢出去就好啊啦。直接丢出去。嘿啦。了解。先去洗衣哦，好来豆豆行。好咱等下落楼梯哦，哦等下坐电梯哦，落电梯啦，等下迄个过桥哦，收紧啊啦。等你看到火紧走哦。你妹即摆是要死啊伊啊？欸，你到底是会晓啊，袂晓啊？我感觉做一个消防员真正足辛苦的。啊，我是毋是通拄仔就甲你讲啊？啊无，我来卖消防员是好。较歹的啦。多谢大家。最近吼，我有一个烦恼。哦。对，过一站啊吼，我爱去阮女朋友遐讲亲情啦。哦。但这个工课咧，我就无讲介了解。我甲你讲，这讲亲情我算不哩啊了解。哦，你不了了解。我甲你小解一下。麻烦啦。首先哦，咱这双方面的人哦，一定爱经一间啊，会使好好食饭开讲的一个餐厅。啊。我个人推荐这个麦当劳。啊，不爱麦当劳。无 Starbucks。嘛不爱 Starbucks，无。我毋是要招保险，我招你遐创啥？无啦，你招迄种就是服务较好的，气氛较好的。你要服务好的就对嘿了。嘿嘿嘿。安尼我个人非常推荐这个鲁坡咖啡店。我要爱毋是种服务呢。嗨，主人，你等来啊呢？啊，要怎开始啊？这是你的餐点。啊。咱等一个食饭之前，爱先念一段咒语，把这个物件变好好食。啊，你念。是喏，安那讲啊对啊，阮啊有啊教你这看蒙伊啊！我来讲真正，你伫边看蒙要创啥？把物件变好食啊。你莫去用这个声音讲话啊啦，都杂的啦。无啦，这个餐厅我家己发落啦，啊，过来咧，搁有啥物款的美感无？所来这美角真重要，就是咱南方这边吼，这礼数一定要甲传好嚼，我爱传好食。礼物爱经好吉条，好去挑就比如讲咱这个糕饼啊，搁有糖啊有无？好好好。食好甜甜，翁仔某共心出头天。哦，安尼听就水啊。还搁有这个水果，好。食果子后世人毋免洗药剂。身体健康啊。所来上重要，这个罐头塔，啉饮料喂，我这罐头汤毋是伫这个时阵送的哦。无啦，万不因兜的人做爱啉凉的啊。你嘛咧好笑，爱啉凉的，我着迄摸规箱的过就好啊你规箱的无够力啦，你爱送迄规台看起来较大版。因兜死人呢啦！警官计才写恁主人爸的名。我会去互因老爸拍死啦！无啦，迄毋是重点啦，我重点是讲，我足紧张的，我毋知影要安怎甲阮丈人爸讲话。这你免紧张，你规个人放好轻松，放好冷就好啊。我放互啉。我做一摆互你看。哦。这个，你敢会啉过头？这个，唔免遐啉啦。我规个人虚心难转来啦。这个，敢会使甲恁查某囝？莫搁乱啊啦，调好势啦。我若这型的人，哪会放心甲祖囝交互我？较会袂放心咧，你甲你的生意添出来，互看伊就放心啊。什么生意？这个，我这半价你有看过无啊？我当时请你。啊，阮兜的半价地你有看过无我甲啊？报价地请，伊才要创啥？半价无够，才搁有半价两边斗起来斗一价有够无啊？你莫搁讲啊！一价地有够无啊？我无。无够才搁有两分，我才请你两分。莫搁算啊啦，什么两分啊？哎，你足奇怪呢！我若大概咧问你正经的，你就一直伫遐543。543，我教你遐侪正经的物件，你讲我543？正经的物件，哈？少啊，少啊，这个效果嘿。好啦好啦，莫生气啦，我等下带你来食物件啦。食啥？鲁坡咖啡店吗？食屎啦！多谢大家。我是张明豪，好家豪，唔是好鱼仔的豪。大家好，我叫做廖酷坤，大家当叫我阿坤，啊唔过莫叫我阿喷。嘿嘿，莫后白讲啦，是讲哦，这台湾人哦，就爱对流行啊的。无唔对，台湾人的特色啊。对啊，像之前有迄冷塔店，哦，啊个有垃圾包。我知，逐间新开的店哦，拢排队排甲安尼落落长啊。我之前哦嘛是有看到一间店，哦嘛是排甲落落长。什么店？哦，查某干咖啡厅。小太爷，查某干咖啡厅，你的字卖念遐重哦。嘿，我知影，这位日本流行过来对无？对。而且你入去哦，因拢会讲主人你转来啊。对，所以我嘛要开一间查某干咖啡厅。你嘛要开？系啊。这竞争足大的呢。爱做特色的啦。特色，我要做一间古早味的查某干咖啡厅。听起来袂歹咧，啊，无我来试看卖。哎呦，你要来啊？来。叮咚。这问足久的呢，这真正古早味哦。少年呢？你转来啊？一般应该拢是讲主人转来啊，哪会讲少年呢？啊，这声呢听起来遮老。无啦，迄阮的查某囝拢80岁以上。啊？古早味查某囝。古早味是这部分哦。少年呢？你要点啥？哦，既然拢来啊啦，我要一个欧姆赖斯，啊一杯冰咖啡，搁一个提拉米苏。嘿。啊，你话较大，听无清楚啦。这个我是有哦，恭喜你啦！阿妈听有啦。哦，心脏病拢惊出来。我来准备，搁叫阿妈拍咧。
你点会来啊？阿妈，你手安尼搓甲安尼无问题啦吼。你的鸡仔肉饭来啊？那是鸡仔肉饭。安尼叫阿妈的滋味啊！我是点欧姆赖斯咧，我是来查某干咖啡厅咧。点来啊！即马我就要讲迄互物件好食的爱的酒意。查某干咖啡厅的招牌你嘛有哦？嘿，爱的酒意，爱的酒意，来。提铃铃，提铃铃，天兵天将跳啊铃，踢踢倒里铃，踢。这是真正的酒意呢。哦，好啊，你会当食？唔敢食啦，安尼送敢食啦。啊，歹食啦，妈，你帮我算数啦。哦，你少年人有够土济。什么土济你的问题咧？我摕只算盘咧啊！搁提算盘，真正古早味的。鸡仔肉饭加卤250， 250啊，还有这个法术，法术拢总20万。伤贵啊！你抢价无？我推销你啦！多谢大家，阮是好笑好笑。大家好，阮是好笑好笑。大家好，我是张明豪，好家的好，唔是好鱼的好哦。大家好，我叫做廖区坤，大家当叫我阿坤，啊，毋过莫叫我阿喷。喂，莫互白讲啦。哎，是安怎？拄开始尔，你遐面手才歹看。无啦，我要去甲阮女朋友因爸爸头一摆见面啦。头一届见面这好代志啊，创啥面手才歹看？我无经验啦。无经验。哎呀，我毋知安怎面对阮女朋友因爸爸。我来讲，这个时阵哦，你就放我轻松就好啊。安尼哦。唔是啦，喂，迄美在台湾表演过啊。喂，莫咁吵好无？哎。我足紧张的，我唔知影要安怎甲阮丈人爸讲话。这你免紧张，你规个人放互轻松，放互灵就好啊。我放互啉，我做一摆互你看。哦，叔啊，你敢会啉过头？叔啊，唔免遐啉啦。无咱来练习一下，练习一下好无？我做恁女朋友因爸爸，啊你来拜访。安尼吼。啊，请我买，请好我。好。叮咚，起，爸爸。像是恁爸爸啊，叫伤紧啊啦。先自我介绍一下。好，阿伯你好，我是恁查某囝的男朋友，我叫做阿坤。阿坤哦。嘿。甲阮查某囝是安怎熟识的？我是高中熟识。高中哦。嘿。高中的同学就对啊。我是高中老师。啊，老师哦。嘿。你是高中老师哦。嘿。安尼学校无问题哦。阿伯你放心，恁查某囝哦，伫学校成绩袂歹。唔是这个问题啦。我是讲老师甲学生啊交往，安尼其他人袂讲啥呀。阿伯你嘛放心，恁查某囝人缘袂歹，甲阮查某囝是同班的捌字。你跟我查某囝啊？你安尼关系伤复杂呀啦！小等者，你莫安尼乌白回答好无？我感觉你讲乌白讲咧。伤紧张啊啦！你换过来啦，换过来。礼貌是像我安尼。安尼。我试一解互你看。好。你演女朋友爸爸。好，来。叮咚。咦？阿伯你好，我叫做张明豪，是恁查某囝的男朋友，头一摆见面。阿伯你好，我叫做张明豪，是莫看电视啦，你创啥一直看电视啦？查某囝的男朋友来啊，爱问一寡问题。你要看到几台？莫问这啦，莫问这啦。好咧，问一寡甲查某囝有关系。安尼我问你，若是我甲阮查某囝抱咧水底，你会先救啥？哈，既然问这吗？既然是女朋友问的问题，我知影，通常是想要互救对无？我会先救阿伯，巴结，根本就无爱阮查某囝。又唔对呀！我讲问你，好，若是火烧厝，你会先救我，还是先救阮查某囝？我知影，我会先救恁查某囝。你要先救火。对好，对，我哪无想着先救火啦？我讲问你，好，若是地动啊厝放去啊，缀着我甲阮查某囝，你会先救我，还是我甲阮查某囝？小等者啊，阿伯，恁倒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恁哪一直问这种问题啦？好，上尾一题。上尾一题，好好回答。哆啦 A 梦无找变啥？哆啦 A 狗。你是台语练嘴花啊！多谢大家，阮是好笑好笑。大家好，我是做事上顶顶愈做愈走精阿金。我是隔壁想到火，气甲要倒火阿火。我是金鳌火，大家晚大好。我今仔日要讲一件足恐怖的代志。什么足恐怖的代志？有一届我暗时骑车的时阵，导航带我去一条足乌阁无人的路。暗时徛伫暗暝濛的路，真正是不哩啊恐怖啦！我愈骑愈惊，愈骑愈惊，雄雄出来一个人头。哈？等你打动创啊，唔紧走！一个10块，10块顶悬的人头，你是倒位咧恐怖啊？然后我阁继续骑，好佳才骑出来啊，出现伫我面头前一堆
木牌，啥啦？你徛去甲摸啊波，迄木牌，佫会发光。敢讲是传闻中的鬼啊花？毋过我足好奇的，我着去看迄木牌顶面的字，你伤大胆吧？正常人都是紧走啊！迄个木牌写讲，莫甲顶悬的字念出来啦！臭豆腐盐酥鸡煎蚵仔，蚵牙仔齿煎。哦，讲违法我是牙齿哦。你毋知哦，亲像婚姻是爱情的蒙阿波，牙齿是健康的蒙阿波。你是智慧的蒙阿波啊！这是倒位咧恐怖啦！恐怖还袂讲着啦，我搁继续徛，我哪徛袂出去。你真正去拄着鬼洞标？我哪徛到臭豆腐迄搭买一包食了，搁徛转去买一包食了，搁徛转你去。就是爱食臭豆腐尔。然后路途一直经过萝卜饭、臭豆腐、烘鱿鱼、萝卜饭、臭豆腐、烘鱿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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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要烘几只啦？后壁太拢比烘鱿鱼。我的多摆无油停伫遮，啊，无怪你徛袂出去。啊，毋过我发现烘鱿鱼的头家面无表情，紧紧啊甲我上。废话，你挡伫人打头前，啊，搁无买物件。伊甲我讲，爱记在人头家会当换一个烘尸体，足贵的呢。你莫甲200块买一只烘鱿鱼，讲遐恐怖好无？你看，夜市啊甲蒙阿婆拢足恐怖的。完全无恐怖啊！多谢多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金，我是阿辉，我是金高辉，大家好。阿辉，创啊！我甲你讲，我头拄伫公园啊，捡到这足水的石头呢。你捡石头创啊？这是我的兴趣啊。你是偌无聊，才会甲捡石头当做是兴趣啊？放到尊重好无？顺哥嘛叫爱捡石头的啊。哦，你讲啥无聊？等，我毋是迄意思，啊，所以你捡石头创啊？啊，因为我细汉时喏嘛，定定捡到这石头啊，熟悉，甲你分享一下嘛。你自细汉就有这种无聊？我是讲趣味的兴趣啊，真好。这兴趣哦，就爱为阮兜迄张大树开始讲起来。是安怎讲？迄张树啊下口，当时啊会出现一寡白色的石头。你确定是骨头？毋是，阮兜的狗仔哦，若有去嘛，拢会伫遐耍迄石头。哦，恁兜的狗仔拢专门耍死人骨头？毋是啦，佫有一个重点就是，你要捡，干那当捡白色的哦。你若捡到乌色的，你的手会黏的哦。等，你捡的迄是狗屎吧？石头啦！无我问你一下吼，你迄石头是毋是偏起有一个怪怪的味？你嘛有捡过哦，你知哦？迄就是狗屎啊！真的啊，假的啦！你即马才反应过来，你是泥头食菜头，泥尾才长扫哦。啊，我这个手袂当比啊啦，要安怎啦？你肯定莫甲我回啦，无要紧啦，无要紧啦，无要紧哦。无要紧。啊，毋过我细汉时阵捡足济送学同学呢。加在我迄时阵钓你无熟悉。啊，我毋是雕工啊。等下，里面有太高物件，我甲伊背背。哦，多谢。等下，太有一个臭的味。啊，我毋是讲我头拄有捡，你讲迄个石头，对。你无洗手哦，切面我无爱啊咯。无要紧啦，你规工一个洗面共款啦。我只是面较臭，我毋是面顶一只过屎呢。多谢大家。